炳叔啊，我哋係咪要講埋第二類嘅工程棚架咧？係啊，其實維修棚嘅搭建方法就同排山橋額大致相同，多數都係直接棟喺地面或者承托喺狗臂架上面搭嘅。所唔同嘅咧，就需要喺外牆打爆炸螺絲做拉掹。如果搭棚嗰陣時遇到有突出外牆位嘅裝置設施，例如晾衫架、熱水爐罩等等，都要根據實地嘅環境嚟遷就。但係千祈唔好將棚架嘅柱直接搭建喺吉雞簷篷上邊，應該要用狗臂架將承托力轉移到石屎牆身上。搭工作台嗰陣時就要避開窗口位，而維修棚架就一定要有足夠嘅照明燈光做防盜同埋安全之用噶。不過講到尾啊，喺搭建大廈維修棚架之前，點都應該先同業主立案法團同埋居民溝通好，咁樣就可以盡量減低對住客嘅滋擾同埋產生唔協調嘅問題啦。咁除咗大廈維修棚之外啊，仲有用喺大廈個別單位外牆維修用嘅吊棚噶，例如執窗漏水、換窗、修理喉管等等。一般吊棚多數都係用狗臂架嚟承托，size 多數係2尺至4尺不等嘅。搭棚工友要先喺室內窗口位度用爆炸螺絲穩固第一個狗臂架喺外牆上，然後用佢嚟做駁架，安裝其他狗臂架嚟搭建吊棚。而吊棚上邊呢，亦都要鋪上帆布嚟阻止沙石物料外泄嘅。一般搭建吊棚嘅方法係會盡量就地取材，全靠搭棚師傅嘅工藝同埋經驗㗎咋。咁頭先就講咗好多係為起樓同埋維修用嘅棚架，咁其實喺拆樓之前都一樣要搭建拆樓棚噶，而且仲要入則俾屋宇署批准添噶。根據法例規定，拆樓棚一定要搭雙棚，搭建方法就同建築嘅排山大致相同，唔同嘅咧就係軒要向外，方便綁圍網同埋帆布嘅。至於排山，亦都係要靠頂竹同埋拉掹相對拉緊穩固喺未拆嘅外牆上面嘅，但係千祈唔好貪方便，就喺窗或者晾衫架上面，因為通常呢啲地方都會係第一時間就清拆嘅，到時啊就麻煩噶啦。由於拆樓棚要用帆布冚密啊，咁為咗減輕棚架受風嘅影響，拆樓棚同埋帆布係隨住樓宇一層層嘅拆卸而一層層咁向下拆除。通常拆樓棚嘅高度係要保持高過拆卸中嘅樓層，先至符合安全要求噶。仲有拆樓棚亦都要搭建斜縫，用嚟承接外泄嘅沙石。如果拆樓地盤喺繁忙嘅鬧市中嘅話，通常都會依照專業人士嘅設計，喺圍街板加設一個由工字鐵同埋木板搭建嘅斜棚嚟加強保護嘅。如果要拆高樓嘅話，就會利用狗臂架分段搭建拆樓棚噶啦。咁通常拆樓嘅棚架損耗會比較大，所以喺拆樓工程進行中呢，係要特別注意經常嘅維修先至得噶。為咗確保拆樓棚嘅優質同埋穩固性，一定要先從監管着手，避免拆樓機械喺進行拆樓嘅時候破壞棚架嘅穩固性噶。要做到優質嘅拆樓棚，首先用嚟遮蓋拆樓棚嘅帆布一定要長期保持緊密，唔可以穿窿、破爛或者駁口被揭開等情況出現。而棚架本身一定要穩固，望埋去呢，要工整同埋有條理，冇彎曲同埋大肚呢啲現象嘅。當然要有良好嘅監管，先至可以確保拆樓棚嘅穩固性啦。例如拉掹被打斷，咁棚架就會向外傾斜啦。仲要防止拆樓期間拆樓棚受到人為或者機械嘅破壞，一旦發現就要即時作出修補。最後啊，當然要經常清理堆積喺拆樓棚同埋斜棚嘅泥頭垃圾，以及修補被打穿嘅帆布添啦。